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！最近港資嘅息口就低咗啦，有啲人就會開始睇下其他投資嘅選項，例如係買股票。不過買股票就會有兩個主要嘅問題，第一就係唔知買邊隻股票好，因為股票都講緊有成千上萬隻，究竟邊隻會升呢？咁要去揀一隻股票，大家就要花好多時間同精力研究間公司嘅財報、行業趨勢同埋競爭對手。相信唔係有咁多人有咁多時間可以去做呢啲研究嘅，而且又未必100%可以確保到自己一定揀得啱嗰隻股票。第二就係如果你將啲錢係擺喺一隻或者幾隻股票上邊，會有一個集中性嘅風險。如果佢哋出咗咩問題，你就會損失慘重啦。解決嘅方法就係今日嘅主題 ETF。今日呢段片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咩係 ETF，ETF 有咩優點同缺點，點樣買 ETF，有咩值得買嘅 ETF。先講下咩 ETF。ETF 全名就係 Exchange Traded Fund， 如果中文直譯就係交易所買賣基金。同買股票唔同，因為股票你係一隻一隻咁買，咁買 ETF 其實就代表你買咗一籃子嘅股票或者債券或者其他資產。舉個例子俾大家聽，譬如景順 QQQ 嘅 ETF， 佢嘅投資組合就有101隻股票，喺左邊就會見到佢頭10大嘅持倉啦，同埋佢佔嘅比重有幾多。如果撳顯示全部，就會見到所有嘅持倉啦。而如果你買入景順 QQQ ETF， 就係代表你間接持有佢買嘅所有股票嘅。再舉多個例子俾大家聽，呢個係 Vanguard S&P 500嘅 ETF 啦，個代號係 VOO， 佢總共持有504隻股票嘅，呢度就係佢頭10大嘅持倉，呢度你會見到佢佔嘅比重有幾多。你買咗呢隻 Vanguard S&P 500嘅 ETF， 就代表你間接持有佢買嘅504隻股票。咁你可能就會問，買 ETF 有咩着數啊？咁第一個好大嘅優點就係佢可以幫到你分散風險啊。譬如你買咗呢隻 Vanguard S&P 500 ETF 啦，就代表你間接持有咗504隻股票啊，同埋呢504隻股票係分散於喺唔同嘅行業㗎。即使有隻股票係大跌，或者某個行業冇咁好景，你都唔會太受到影響，因為只係佔投資組合嘅一小部分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唔係所有 ETF 都係一樣嘅，有啲 ETF 係冇咁分散風險嘅。其實 ETF 可以分為兩大類，第一類就係全市場指數型嘅 ETF。我頭先介紹呢個 VOO Vanguard S&P 500就係一啲指數型嘅 ETF， 佢追蹤幾百間嘅公司，涵蓋多個行業。咁第二種就係一啲行業嘅 ETF 啦，佢會追蹤某一個特定嘅行業，例如係科技、醫療、AI 等等嘅。因為只係追蹤指定嘅行業，就冇指數嘅 ETF 咁分散風險。第二個 ETF 嘅優勢就係佢管理費好低啊，管理費低係好重要㗎，因為你嘅回報係等於 ETF 嘅表現減去管理費，管理費越低，你嘅回報就越高啦。咁點解大部分 ETF 管理費都會比較低呢？因為大部分 ETF 只係追蹤指數嘅表現，佢係冇一啲基金經理去管理嘅，所以可以有一啲比較低嘅管理費。同埋有啲 ETF 嘅管理公司啊，好成功咁去降低個成本。譬如呢隻 iShares Core S&P 500 ETF， 佢嘅管理費只係0.03%。如果你擺10萬落去，一年只係需要俾30蚊嘅管理費嘅咋。而市面上有好多基金經理管理嘅基金，普遍都收緊1到2%，有啲再高啲啦。咁你計翻平均都有1.5%。ETF 係平好多倍。你有可能會覺得，喂，其實爭1% 多少少，有咩咁大分別啊？但係講長期投資，例如20年，呢1% 就真係爭好遠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擺10萬落唔同嘅投資產品，所有產品嘅回報率都係一樣8%，但係佢嘅管理費係唔同嘅。咁譬如主動型基金就係1.5%，普通 ETF 0.3%，有啲低費用嘅 ETF 係0.03%。咁將8% 減翻管理費，就可以得出佢嘅實際年回報。咁擺落主動型基金20年，你可以攞到35萬左右。咁喺擺喺一啲低費用嘅 ETF 入邊，你可以攞到46萬。喂，其實同主動型基金係足足差咗11萬嘅。當然現實世界唔同投資產品佢嘅回報係唔會一樣嘅，但係呢個例子只係想同大家講管理費有幾咁重要。第三個優點就係簡單易明啊，因為你唔使去睇財報，逐間公司咁分析，只要你揀啱一隻 ETF，就係一個多元化嘅投資組合，可以拎到市場嘅回報。
而且 ETF 係好透明嘅，你可以喺官網見到佢持有咩股票，佔有幾多百分比。第四個優點就係入場門檻低啊，因為買港股一手起碼都要1萬起跳，要買 ETF 幾千蚊就可以入場啦。譬如呢個 VTI 嘅 ETF 只係需要大約300蚊美金就可以買到啦，即係亞灣2000幾蚊港紙。最後一個優點就係長期表現好啊。之前都有講過 ETF 有唔同類型啦。其實就唔係個個都適合長線投資嘅。所謂長期表現好嘅，係講緊一啲低成本追蹤大盤指數嘅指數型 ETF， 例如係追蹤 S&P 500指數嘅 VOO。好多研究都有發現，超過80% 主動型基金喺長遠都冇辦法跑贏指數型嘅大盤 ETF。標普道瓊斯指數就有發佈過一個 SPIFA 嘅報告啦，呢個報告係好具權威性嘅，同被市場廣泛去引用嘅。呢個係2024年年末嘅報告嚟嘅，咁呢個報告入邊就係比較主動型嘅基金同指數嘅表現，咁分唔同年期去比較嘅，有3年、5年、10年、15年同20年。咁呢啲數據係點樣睇呢？譬如呢個84.96個意思就係話有84.96% 嘅主動大型基金係跑輸指數 S&P 500。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去到20年有95.48% 嘅主動大型基金係跑輸指數 S&P 500嘅。如果大家去仔細去比較3年同20年咧，你會發覺20年越嚟越多主動型基金係跑輸佢哋對應嘅指數嘅。除此之外，Morningstar 一間全球最大嘅研究公司都有出過一個報告嘅。呢個報告就係佢哋2025年第一個 quarter 出嘅。睇翻過去10年，得22% 嘅主動型基金係跑得贏被動嘅指數嘅。之後就講下 ETF 嘅缺點啦。其實你買 ETF 只會拎到市場嘅回報嘅，你係冇辦法去跑贏大市嘅。咁第二個缺點就係，如果買美股 ETF 咧，係要俾30% 股息稅去俾美國政府嘅。之後就講下點樣買 ETF 啦。其實買 ETF 同買股票好相似嘅啫。咁首先你可以打開一啲證券商嘅手機 App， 咁之後就撳搜尋，之後就打翻 ETF 嘅代號啦，譬如係 VOO， 之後就揀你想買嗰隻，譬如係第一個，咁之後就可以去撳交易，之後就 set 翻個價錢同埋買幾多股，冇問題就咁買入，咁就成功買到 ETF 噶啦。之後就講下有咩值得買嘅 ETF。以下建議純粹係個人意見，俾大家去做一個參考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去揀一個最適合自己嘅 ETF。第一隻就係 VTI， 第二個就係 VOO。呢兩隻 ETF 都係由 Vanguard 發行嘅，規模好大，流通性都好高，而且兩個管理費都係好低啦，都係 0.03%。呢兩款 ETF 都係分散喺唔同嘅行業嘅。同埋佢哋都有穩定增長，睇翻佢哋10年嘅記錄，平均都有超過10% 嘅增長。呢兩款 ETF 有咩分別呢？ VOO 其實就係追蹤標普500指數啦，個意思就係佢買晒美國市值最大、最具有代表性嘅500間公司，譬如係 Microsoft、Apple 啊、Amazon、Facebook 等等。而 VTI 就更加全面啦，除咗 VOO 入邊嘅500間公司啦，仲有啲中型股同小型股嘅，所以你見到佢持股係遠遠多過 VOO 嘅，佢有3519隻持股。簡單可以理解 VOO 就係追蹤美國嘅大型股票，而 VTI 大中小型都會追蹤嘅。講到呢度，有啲人可能就會擔心 VOO 同 VTI 都係美國嘅 ETF， 會唔會太集中喺美國市場啦？其實雖然佢哋賣嘅係美國公司，但係其實呢啲公司好多都係做緊全球嘅生意㗎。大家可以睇下10大持股，譬如 Apple 除咗喺美國買 iPhone， 仲喺中國、印度、全世界都有買 iPhone。Microsoft、Amazon、Facebook、Google、Tesla 喺全球都有業務，所以其實你投資 VTI、VOO 間接其實都係投資緊全球嘅經濟嘅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